歡迎收睇《港樓港事》，我係盧楚橋。喺過去嘅超級央行週，多國央行公布利率決定，咁當中美國聯儲局嘅會議更加係市場焦點。雖然維持利率不變都係預期之內，但係局方嘅最新取態就可以用鷹風陣陣嚟形容。咁今年減息嘅預期幾乎清零，甚至係逼減反加。香港嘅樓市又係唔係要借勢回調呢？咁今集請嚟星之谷案嘅行政總裁莊錦輝就同我哋一齊分析一下。Raymond 你好。Raymond 你好。咁喐實啦，新官上任並未成為白宮喺減息即係個問題上面嘅橡皮圖章啦。咁而局方嘅最新點陣圖更加係顯示預期今年內唔減息嘅委員係高達半數啊。咁年底利率預測中位數更加係被大幅向上修訂，去到3.8%啦。咁市場嘅焦點啊都由幾時減息去到即係會唔會擔心加息啦。Raymond 即係睇翻今次嗰個議息之後，觀察到市場整體嘅情緒同之前嚟講有啲咩明顯變化咧？咁我覺得咧，其實就嗰個變化咧，可能喺心理上嘅啫。咁實質咧，就對於香港嗰個樓價咧個影響有限。因為我哋睇翻今年咧，香港嘅樓市好暢旺啦。咁但係其實亦都唔係因為係由減息去帶動。我哋由舊年10月開始咧，香港都未試過減息㗎啦。咁香港樓市咧今年咧咁暢旺咧，其實主要係因為嗰個基本因素咧係改善咗。咁啊包括嗰個租金上升啦，咁令到嗰個租金回報咧去翻一個比較正常嘅水平啦。咁啊同埋咧就大量嘅國內嘅專才嚟喺香港，咁產生咗一個住屋嘅需求啦。咁我哋亦都睇到咧有好多嘅投資者咧入市買樓收租喺香港。咁啊即係所謂一啲係聰明錢咁樣入市。咁呢啲因素咧係支持咗香港今年係嗰個價量齊升嘅。咁至於利息，其實咧由舊年咧嗰個最優惠利率減到去5厘咧，大家都明白咧，就算美國繼續減息咧，香港都冇可能會跟減。咁所以而家就算係美國好似確定咗短期都唔會再減息啦，咁呢啲因素咧香港都應該消化咗。咁如果以目前環球政經走勢嚟講啦，尤其係今次聯儲局喺聲明入面都徹底咁樣刪除咗寬鬆傾向嘅字眼啦，有冇話認為未來半年美國被逼重啟加息嘅機會係市場真係過度恐慌啦，抑或都有一啲潛在嘅危機？有冇話即係今次會後有一啲議息聲明或者係記者會有啲關鍵嘅信號都值得我哋市場係留意下嘅咧？而家暫時咧喺美國嗰邊，佢哋市場普遍預期咧，今年年底咧就會有大概係50%至60%機會係會加一次息嘅。咁啊，事實上咧，佢哋最重要嗰個數據，我哋要睇就係嗰個通脹嘅數字啦。咁包括咧裡面就係能源嘅價格啦，同埋就業嗰個情況。咁呢啲數字咧近期咧都係比預期中強嘅。咁所以咧先會令到市場覺得咧年底可能真係都冇辦法要加一次息嘅。咁如果睇翻咧，如果美國真係喺年底加一次息嘅話咧，咁香港應該都唔會跟嘅。因為上一次佢減咧，香港都冇跟減，咁所以佢變咗有水位都唔使跟加。同埋我哋睇翻香港呢幾年嗰個利息周期咧，如果通常當美國加息嗰陣時咧，香港跟加咧係會跟得慢。咁相反咧，如果美國減息咧，香港跟減咧係會減得快。咁我覺得呢個現象咧，未來一段時間都會持續，因為始終香港嗰個經濟同埋通脹嗰個情況咧，係可以支援一個比較低啲嘅利息嘅。咁既然美國嗰邊咧今年減息好大機會都係冇望啦，咁早已經係減無可減嘅香港最優惠利率更加係唔使講啦。之前市場其實都會將個希望係寄望喺本港嘅拆息上面。咁雖然見到而家拆息目前都仍然相對穩定啦，但係喺加息預期升溫之下，預計港元拆息係咪都會同樣失去咗嗰個下行空間呢？我覺得咧，反而嗰個拆息咧係有一個上升嘅空間嘅，即係有一個上升嘅風險。因為始終而家美國咧開始咧係預期咧未來係會加息，咁所以拆息咧未來嘅走勢咧都要慢慢咧係要陸續反映呢一個預期。咁而家普遍市場都預期美國年底嗰個聯儲局利息會係3.8厘啦。咁所以我覺得咧下半年咧嗰個 HIBOR咧應該會喺2.5厘至到3.5厘之間徘徊。咁相比上半年咧，佢可能會多咗時間喺3厘以上。咁所以如果係買樓做按揭嘅話咧，呢段時間就應該係考慮下定息按揭。咁睇翻同供樓相關嘅1個月港元拆息，暫時都仍然喺3厘以下啦。但係喺議息之後，以你同本地銀行去接觸咧，佢哋即係最新對於按揭即係按揭嗰個取態有冇咩變化咧？因為見到上半年其實佢哋都係好積極噶嘛，但係下半年又會唔會因為多項嘅外圍因素令到佢哋收遮咧？咁
咁如果係譬如收遮，即係指一個收緊嘅審批咧，咁我覺得就應該唔會嘅，因為如果銀行要收緊個審批咧，通常就係要嗰個經濟好低迷啦，或者係嗰個外壞帳咧係不斷上升，咁先會觸發。咁而家遠遠唔係嗰個情況。咁但係反而咧，就我覺得如果美國真係加息咧，而個 HIBOR 又真係升穿咗3厘以上企穩喺嗰度咧，咁而家佢哋銀行提供緊嗰個2.73嘅定息按揭計劃咧，長遠就可能好難持續嘅。因為如果睇翻歷史咧，每當美國開始加息咧，呢啲咁嘅定息計劃通常銀行都會取消。咁所以如果你需要轉按買、需要做按揭係做呢啲計劃咧，趁而家仲有咧，咁就可能盡快去把握啦。咁雖然咧加唔加息，而家呢個階段都仲係估下啦。但係正如啱啱所講啦，減息今年都可以話係夢碎。而過去一年，我哋見到其中一個支持樓價嘅因素就係憧憬減息啊嘛。咁對發展商嚟講，之前其實都好即係一窩蜂啊，心紅加價嘅。呢個趨勢會唔會即係可能都要一瞬即逝，即係可能都要觀望下，唔好咁進取先呢？因為我哋睇翻咧，之前咧發展商係就算係加價咧，佢哋嗰啲樓盤咧都可以好短時間可以沽清嘅。咁所以我覺得係相信，雖然而家開始有一啲加息嘅憂慮，我相信佢都會去逐少去向上調整嗰個價格，去試一試個水溫，直到佢可能咧揾到一個價位咧係開始會影響個銷售為止。咁啊，畢竟咧佢哋始終嗰個融資成本啊，相比過去幾年咧低好多。咁咧而家亦都未見到一個跡象要上升，咁所以佢哋都唔急要係散貨啊、套現咁樣。咁對買家嚟講咧，雖然可能個供款即時壓力係未咁大，但係始終可能都有一個心理壓力存在啦。而呢一個觀望情緒又會唔會可能成為下半年樓市交投放緩嘅催化劑咧？如果對於喺新買家嚟講咧，咁呢個係一定係一個係負面嘅心理因素嚟㗎，一個加息嘅憂慮。咁但係對於一啲現有嘅業主嚟講咧，無論佢之前係用 H 按定係用定按咧，咁其實佢嗰個供款負擔咧都冇影響嘅。咁不過咧，我覺得下半年咧嗰個交投係有機會真係萎縮嘅，正如你所講。咁主要原因係因為近期嗰個樓市暢旺啦，咁好多買家咧都心紅。咁一啲咧，譬如話係反價封盤咧，咁啊市場個案咧成日都聽到。咁而家有一個加息嘅因素喺度咧，咁啲買家咧應該都冇好似上半年咁樣可以好輕易咁盲目去追價，咁所以變成可能咧喺下半年咧，大家買賣雙方咧會有一個拉鋸嘅狀態，咁令到咧嗰個成交咧相比上半年嚟講咧係會萎縮啲嘅。咁之前減息預期都俾咗樓價一個好好嘅藉口去封底反彈啦。Raymond，你對於下半年樓市嗰個走勢嗰個睇法咧，會係即係仍然即係會係變得審慎啦、中性啊，定係可能仍然樂觀咧？我都係會有一個審慎樂觀嘅，因為始終佢嗰個基本因素咧喺度，即係比如係嗰個租金上升啦，人才嘅計劃咧製造咗一啲剛需啦。咁同埋咧，政府咧過去2年咧種種嘅放寬按揭措施咧，而家係開始見到有個效果，吸引咗好多嘅今年吸引咗好多嘅投資者入嚟買樓收租咁樣。咁呢啲係好實在嘅剛需。咁至於供應方面咧，其實咧發展商嗰啲一手嘅貨物嘅庫存量咧，而家已經係去翻3年嘅低位。咁即係佢哋都唔急於咧係要係減價套現啊咁。咁所以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雖然而家加息係製造咗一個不明朗因素，咁但係咧我對樓價咧都係審慎樂觀嘅。回顧今年年初，市場仲係一廂情願咁樣樂觀預期美國聯儲局全年會減息至少1次，但係今日市場嘅焦點已經變為會唔會加息。供樓人士應該點樣部署？轉按又會唔會係另一條出路呢？繼續有嘉賓星之谷按揭行政總裁莊錦輝 Raymond 同大家傾下。Raymond 啊，咁睇翻金管局嘅最新數據啦，今年頭4個月轉按貸款額超過133億，涉及2800幾宗嘅個案，按年都有明顯增長。你覺得呢一組數字咧係反映啲咩咧？而家加息預期升溫，下半年嗰個有關數字又會唔會進一步上升咧？其實咧就呢啲數字係證明咧嗰個轉按係升緊嘅。咁咧除咗係官方嘅數字咧，即係話係今年係多過舊年12%咧。咁如果以我哋公司一啲嘅轉按嘅查詢咧，亦都係反映係相同嘅走勢，就係比舊年咧都多咗30%。咁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咧由今年開始咧，其實H 按嗰個封頂利率咧，同2年前嘅 H 按封頂利率係一樣。咁即係話咧2年前買樓嘅人士咧，而家咧已經係可以咧係轉按申請轉按相同利息咁去賺嗰個現金回贈。而因為嗰個現金回贈咧，而家係做到1.4% 以上啦，即係換句話說，即係5萬蚊嘅500萬嘅貸款額咧，可以有7萬蚊嘅現金回贈。咁所以就相當之吸引，咁所以就亦都吸引咗好多2年前買樓嘅業主咧去做。咁佢哋除咗賺個現金回贈之外咧，佢哋仲順道咧係好多係順道將嗰個按揭計劃由 H 按咧變為一個定息嘅按揭，咁啊去鎖定未來嘅利息。
咁之前呢都唔少大型銀行係積極推廣定息按揭啦，市場普遍就認為係同當時減息憧憬有關。咁但係而家減息不似預期啦。據你了解，未來即係銀行對於定息產品嗰個取態會唔會都出現變化咧？對於供樓嘅人士嚟講，即係定案會唔會仲係一個值得考慮嘅選擇啊？如果係銀行嗰個取態嚟講咧，如果佢係本身係做緊定案嗰啲銀行咧，咁啊似乎都冇咩改變，都係會繼續做定案。咁啊，如果未做定案嘅銀行咧，應該都未必會加入呢個賽道。咁如果喺未來嚟講咧，我哋要睇翻咧，就係究竟美國會唔會真係加息？如果一旦美國真係加息，咁而嗰個 HIBOR 亦都係升到上去3厘以上嘅話咧，咁我相信咧銀行應該就係會係到時係會取消呢一啲咁嘅定息按揭計劃，因為睇翻個歷史都係咁樣，一加息嘅話咧，佢哋都係會取消呢啲咁嘅計劃嘅。咁所以如果係真係需要做呢啲定案嘅人士咧，無論係買樓要做按揭啦，或者要做轉按咧，咁要把握而家呢個時間。咁有冇一啲嘅情況之下係傳統 H 按比起定案係有好處嘅咧？其實有嘅，因為咧，如果你用嗰個定案咧，就變咗係冇嗰個叫高息戶口，即係所謂叫 mortgage link。咁呢個 mortgage link 咧，就其實如果係對於一啲業主咧，佢哋好多時咧係人工嘅一部分咧，都會每一個月 keep 住咧，就拎咗人工嘅一部分出嚟，就擺個 mortgage link 嗰度，咁啊儲起佢。咁其實長遠嚟講咧，佢儲到嗰個利息咧係好多。咁但係如果你相反你做咗定案之後咧，你就冇咗呢個 mortgage link 戶口。當然你可以做定期啊咁，但係個利息咧就冇咁高，同埋都冇咁有彈性嘅喺資金嗰方面。咁啊，同埋仲有一樣原因要留意咧，就係定案完咗個3年嘅定息之後咧，佢之後係會做翻一個 P 案嘅。咁雖然喺而家呢個階段嚟講咧，你做 H 按同做 P 按咧，你都係供嘅利息都係一樣，都係3.25厘啦。咁但係如果未來咧個利息係向下嘅話咧，咁你 P 按咧係會比 H 按係蝕底少少嘅。咁唔少人咧以為轉按都只係為咗慳息啦，但係其實除咗利率之外，轉按仲可以幫到而家業主解決邊一啲嘅財務問題咧？其實咧轉按咧，除咗係可以慳息啊、賺回贈之外咧，咁佢仲有好多其他嘅功能。咁啊包括咧係甩一啲發展商議案啦、甩按保啦、甩擔保人啦，又或者係物業嘅轉名啦，都可以透過轉按去進行嘅。咁啊同埋咧，佢亦都可以係一啲清數嘅行為，即係比如話，如果你將嗰個樓加按去轉按套現嘅話咧，咁啊可以係找咗一啲咧比較高息嘅信用卡結欠啦，或者係私人貸款啊咁樣。咁如果係冇，但係如果係冇呢啲咁嘅財務需要嘅話咧，咁究竟係需唔需要去轉按咧？我覺得咧係需要睇翻3個因素。首先第一就係你幾時係買樓。如果你買樓咧係呢2年買樓，由於你嗰個利息咧轉按係可以相同，咁所以咧其實而家係值得轉按賺個現金回贈嘅。咁但係如果你係3年或者再之前買樓嘅話咧，你供緊嘅利息咧係2.75或者之下。咁喺呢刻嘅話咧，轉按去翻 H 按供3.25咧就未必好着數。即係你會供貴咗嘅，就算你轉翻去定息咧，供2.73，開頭嗰幾年係一樣，但係之後咧變翻 P 按嗰陣時，你都會供貴咗。咁所以如果係3年或者以前買樓嘅人士，可以觀望下，唔需要去考慮轉按住。咁另外一個因素咧，究竟需唔需要轉按，要睇下你個成數。如果你係借緊90%嘅人士咧，咁我覺得而家你轉按嘅話咧，好大機會你都要做翻8按或者9按，咁變咗你要重新俾過一次嘅按揭保險費。咁嘅話咧，就你賺咗個現金回贈，可能大部分都要俾翻個按揭保險費嗰度，咁就變咗唔係好着數。咁最後就要睇翻個股價啦。如果你嗰個樓可能未升翻嘅，咁你轉按係要補錢嘅話咧，咁亦都轉按亦都未必好實際。唔少業主咧喺考慮轉按嗰陣，最先睇嘅都係現金回贈啦。咁但係實際上仲係涉及罰息期啊、律師費、火險，甚至係原有銀行嘅行政費等等嘅費用啦。你覺得業主喺評估轉按嗰陣最容易忽略係啲乜嘢咧？同埋而家呢個利率環境之下，你覺得回贈水平係要睇到去到幾多先至叫做有肉食咧？嗱，其實咧轉按最大嗰個費用咧就係嗰個律師費。咁一般嚟講咧就係5000蚊至到7000蚊左右啦。咁但係如果你成功主動按嘅話咧，而家基本上一般都係有1% 嘅現金回贈以上，咁可以最高可以去到1.4%。咁即係你500萬都可能有5萬至到7萬蚊落袋。咁你扣咗個律師費咧，其實你都係有着數嘅。咁啊，至於係火險嘅話咧，其實無論你轉唔轉按，只要你有按揭喺銀行嘅話，你都要買㗎啦。咁啊，至於一啲係行政費啦，咁啊。的確係有一啲銀行咧，如果你係要抽走個按揭咧，佢可能會收一啲續契費啊，又或者一啲係即係早還款嘅行政費用。但一般嚟講都係幾百蚊，咁所以其實計翻條數嘅話咧，咁都係轉按都係着數嘅。
咁啱啱提到啦，之前就有唔少高成數按揭嘅業主係當年透過按揭保險去上會，就係即係轉按係為咗甩名咁樣啦。咁如果係由成本效益角度去出發嘅話，一般有冇話持有幾耐或者係幾多年先至叫做最有機會發揮到退保嗰個優勢咧？嗱，如果係根據嗰個計劃咧，如果你係draw單咗之後咧，你1年之內去退保咧，咁佢可以俾 refund 翻嗰個保費40% 俾你。咁如果係2年之內咧，就係25%； 3年之內15%。咁過咗3年就冇噶啦。咁所以如果你係要係退保去攞翻嗰個 refund 嘅話咧，你要3年之內進行。咁要視乎咧，我哋亦都見到係近期咧係多咗客戶咧，佢哋可能2年前咧佢係做8成嘅按揭，咁而家因為層樓咧就升咗啲，咁啊再加上佢供我咯2年啦，咁所以佢就變咗可以咧轉翻去7按嗰度，咁就退出咗個按揭保險，咁然後咧就係攞翻一個15% 嘅 refund，咁呢啲係可以可行嘅。咁但係如果你9按嘅話咧，通常就應該做唔到啦，因為如果你係轉按，雖然你可以攞翻個退保費，但係你新嘅按揭你要重新俾個嗰個保費嘅話咧，咁你其實係得不償失嘅。咁市場上面咧一直都有部分嘅業主就希望將原本自住嘅單位係放租嘅，咁而就係增加翻一啲租金嘅收入幫補下咁樣啦。咁而近年按揭嘅政策見到其實都有調整㗎啦嘛。對於早前以比較高成數按揭上會嘅業主嚟講，而家係咪都可以透過轉按去重新部署物業嘅用途同埋資金安排？操作上面又可以點樣去做咧？嗱，正如頭先講過咧，如果你係原本係8按嘅話，由於佢而家新 policy 咧係可以借到7成，咁即係話咧，你只要呢2年咧，你係有升到咧層樓，咁啊加上你供咗2年咧，咁其實你好容易係可以咧係轉翻去7按，然後就退出咗個按揭保險。咁退出咗按揭保險，除咗你可以攞到嗰個保費 refund 之外咧，你可以咧將你申請翻嗰個物業用途做出租。咁你然後你就可以係有嗰個租金嘅收入。咁喺按揭嘅層面上面咧，如果你嗰個物業係出租用途，就算你未租得出咧，咁你有好多銀行咧都可以利用嗰個預計嘅租金收入打一個7折啊咁樣，或者6折，咁去當係入息計算，咁可以增加到你嗰個貸款能力。咁如果業主手頭上係有持有多過一個物業啦，有冇話即係面對而家嘅利率環境，喺選擇轉按嗰陣，有冇話即係邊一啲物業類型係或者係大家都覺得係優先可以去做咗先呢？嗱，如果你假設咧有2個物業啊，一個係自住，一個係出租。假設咧你想2個都係轉按去出租咧，咁可以有啲方法咧可以咧係借得多啲嘅。咁啊，比如咧你可以考慮咧先將自住嗰個物業咁啊轉按去出租先。咁完成咗之後咧，咁你原本自住變出租個物業咧，佢已經係可以咧係計算一個預計嘅租金收入落你嘅入息嗰度。咁所以無形中咧，你個入息 base 就會大咗啦。咁所以當你去做第2個按揭，即係嗰個出租物業再轉按嗰陣時咧，你個入息 base 大咗咧，就可以套現借得多啲。咁近年咧，部分中小型銀行為咗係爭取按揭業務啦，不時見到佢哋都會推出一啲比較進取嘅利率或者係回贈優惠。但係對於供樓人士嚟講啦，去揀中小型銀行同傳統嘅大型銀行比較嘅話，除咗表面上嘅利率之外，我哋仲有冇啲咩因素係要考慮翻嘅咧？其實咧，通常咧中小型銀行咧，佢嗰個回贈啊，或者係其他嘅優惠咧，都會比大銀行係好少少嘅。咁因為佢係想用呢啲優惠啊或者回贈咧，去令到自己增加佢個優勢啦。咁但係今年咧有個比較即係異常嘅情況咧，就係大型銀行咧一開始咧就已經係好進取，嗰個現金回贈啊或者一啲優惠咧，都同啲中小銀行咧追得好貼。咁而且咧有3間大型銀行甚至係推出一啲定息嘅按揭計劃，咁啊即時咧有一個慳息嘅效果添。咁所以喺今年嚟講咧，我哋都會建議啲客人咧，即係如果係一啲係正常嘅 background 嚟講咧，都可能考慮翻大型銀行嘅定息按揭，咁去做嗰個定息。因為始終咧，如果你係去做定息按揭嘅話咧，比起傳統嘅 H 按咧，你係有一個即時嘅慳息效果，即係喺3年裡面咧，你個供樓利息咧每年係可以慳到半厘。咁所以就係爭呢個因素咧，你都已經可以係值得你去揀呢啲大型銀行嘅定息按揭，多過係一啲中小型銀行。雖然佢現金回贈可能係高啲咁。咁至於你話如果係大型銀行嗰個好處，咁當然啦，佢嘅審批亦都會快啲啊，或者之後嗰個銀行嗰個服務亦都會係齊全啲啦。咁但係咧，如果以係純粹喺利息嘅角度嚟講咧，我覺得係大型銀行嗰個定息嘅按揭計劃係會有優勢啲。但係如果要講注意事項嘅話咧，特別係未來利率變化或者係市場波動嗰陣，如果我哋揀中小型銀行嘅話，會唔會都存在不同嘅風險嘅咧？
嗱，呢個通常咧坊間都有啲傳說嘅。如果你揀一啲中小型銀行嘅話咧，咁如果係遇上跌市啊，咁會唔會咧嗰個所謂嘅 call loan 風險啊會高啲啊咁？咁嗱，我哋可以睇翻咧過去幾年啦，個樓市都調整咗30%啦。咁我哋都冇聽過有任何嘅中小型銀行咁啊，因為負資產啊，又或者係因為嗰個樓價跌咧，咁啊對啲客戶進行 call loan。咁所以呢啲咧基本上都係一啲都市嘅傳說啦。咁我哋喺揀應該係大型銀行同中小型銀行嗰陣時，我哋應該係睇下佢哋嗰個按揭計劃啦、現金回贈啦咁樣呢啲因素。咁利率走勢啦，仍然都係存在唔少變數。對於供樓人士嚟講，無論係選擇維持現有嘅按揭安排，定係考慮轉按，最重要都係了解清楚自己嘅需要同埋風險承受能力。再次多謝 Raymond 同我哋分享咗咁實用嘅資訊。咁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下集見。